欢迎收听8月27号的迦南之声，我是世界牧师，大家平安。我们今天呢要一起来分享的是耶利米书37章1到21节。耶利米书37章1到21节。如果今天遇到了危险，你还是会坚持要说那正确或者是事实的话吗？在今天的经文当中，犹大国已经来到了最后的时刻，因为他们即将要被巴比伦来毁灭。这时候的耶路撒冷城已经被巴比伦的军队来围困了。就在这个围困的当中，西底家王他派人要耶利米为他们祷告。就在这个祈祷当中，上帝透过耶利米向他们说话。因为那时候的西底家王他期待在他们南方的这个跟他们一起对抗巴比伦的盟友能够来帮助他们，而此时他们听到的消息的确是埃及王的军队已经开出国境，他们要来帮助他们了。但是上帝却吩咐耶利米要对这个西底家王这样说：从埃及来帮助你的军队，他们在中途就会折返；而巴比伦的军队呢，他们要回来攻城。你以为他们是撤退吗？没有，他们要占领这个地方，而且要放火烧毁这个地方。上帝在这里特别警告西底家王说：你不要欺骗你自己啊，以为巴比伦人不会回来，其实他们一定会回来。即使你击败他们，就剩下一些躺在这个营里面的伤兵，他们还是会起来放火烧毁这城。所以在这里我们从上帝的话就知道，未来的时间里面，这个南国犹大是必定要毁灭的。然而就在这个时候，这位传讲上帝话语的先知耶利米自己也遭到极大的患难。他被诬陷，以为被人诬陷说他是要向这个巴比伦来投降，所以他后来就被关在王宫的监狱里面。这个王宫的监狱原来是王室书记的房子，后来这个屋子改成了监狱，就把耶利米关在这个地方。到了这个境地西底家王竟然还派人让他私下的来找西底家王。让谁？就是让耶利米来找他。为什么要找他呢？因为他想要知道你跟我讲的未来，那上帝这样讲完之后，那然后呢，还有没有上帝的信息？有的，耶利米先前就说过了，是上帝让他说的。有，你将要被交在巴比伦王的手中。一个领受上帝呼召的先知，在自由的时候，在被监禁的时候，哇，这真的是很难去说我都已经被关了，我眼前这个人就是可以释放我的人，我到底要讲真话还是不要讲真话？我讲了之后，我会不会怎么样？然而耶利米领受上帝的心意，他非常诚实，而且似乎就是置自己的生死于度外看到一个先知，他能够讲出上帝那个真实的话，特别这前期都是这些拔出、拆毁、毁坏的字眼，其实叫听的人很难吞下去。可是他仍然为主走正直的道路，有罪就认，有错就悔改。然而呢，有荣耀就要将上帝的荣耀彰显出来。这是一个先知的生命，也是一个国家应该要有的生命。在上帝的心意当中，他特别定义王的角色是要带领人民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上帝来同行。这也是我们每一次为我们的国家来祷告的时候会用的祷告词。求神帮助我们每一个人，不论在什么样的环境当中，因为有这位公义、信实、
也怜悯的上帝，我们能够不畏强权，坚守岗位。我们一起来祷告。爱我们的上帝，我们向你献上感谢。主啊，我们现在看见这些国际的情势，大自然的变化，我们真的是有很多时候感受就像今天的经文，好像环境动荡不安，我们到底要怎么样来回应呢？主，谢谢你让耶利米做了一个最好的示范。他不论在自由的境况，被监禁的境况，在一个人认同的境况，或是人没有办法理解的境况中，他都定义要来跟随你，将你的话语讲出来，而且是按着主你的心意和时机，有智慧的讲出来。主，我们向你献上感恩，让我们有这样的学习，我们也要为我们的国家来祷告。主啊，让我们的国家真的是有从你来智慧的心，有从你来仁爱的心，有从你来公义的心，叫我们在这个疫情动荡不安的环境当中，我们仍然能够活出主你的心意。求你也来帮助，特别在我们国家的经济上，我们国家的政治的这个外交的需要上，求主你来帮助我们。若你要帮助我们，谁能抵挡我们呢？主啊，也愿我们真实的如同真的像耶利米一样，是你的子民，活出你子民应有的生活方式，活出你子民有的思想意念，叫我们每一天透过我们的生命，就可以来祝福我们的国家，使我们的国家更好。谢谢你，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谢谢你收听今天的迦南之声，我是世谦牧师。如果你喜欢我们的频道，邀请你给我们5星好评。我们明天见。